热的陪作家的温存来留给我一爱。咱在那转几集啦，大概听有啦，这条歌才红着。对啊，阮哥还要唱一句呢。朋友对啦，阮想要讲爱情的汉字配的意思啊，但是我恁讲，阮无收到配，因为阮是收到朋友的分享，伊就是敢若讲伊的故事尔。阮就是进前呢有一个习字哦，习字又个是习字诶，一个起考医师，起考医师佫互好编意见，伊讲咱就是爱用一个就是第三人称，就是安尼你讲故事的身份，甲这代志讲出来。所以我就感觉讲，哎哟，咱小编听你讲，这个单元最适合甲网友分享的这几个故事，甲讲出来。对，所以咱今日就是小编听你讲。好啦，直接开场啦！我以为莫讲啊，唱嘛唱好啊，咱那个样我是惊版权，好无？哦，安尼哦，用心呢，真开始。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。无论你是考试无好、失恋、上班互头家骂，啥物拢会使讲。还是你有啥物资讯想要分享，互小编知影，拢会使。创啥？大家好咧！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大开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个甲观众朋友下一批用台语念出来。你这是欠巴咧？你我真正袂记，开场的词拢放袂记，即摆是咧创啥？是咧，你讲是咧，我都要原谅你哦。歹势啦，我嘛是干那会当原谅你俩，无变喏。哎呀，啊无不爱录啊，不爱录啊，不爱录。我惊莫录啊！主管啊，有听到无？今仔日，好啊，你有知影，你就该结束，咱今仔日就几分钟尔，看会叫我骂无？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拢是我的毋对，千错万错，拢是我的错。我也想这啊，敢要进去做？爱啦爱啦，好来，嘿，就是顶礼拜啊，毋对，就是毋对，毋对啥？叫啥呢？哎，歹势，好，搁顶来一个。哦，顶礼拜有讲到大甲妈的故事吼。是啊，咱的阿玉啊，咱的写批来的阿玉啊，你讲去行大甲妈迄个阿玉啊？无毋对，嘿，伊就是后来有搁甲阮补充一个故事安尼。补充什么故事？行大甲妈的故事？是甲大甲妈相关的故事。哦，民间故事安尼。民间传说安尼。嘿，对。哦，所以即摆是要讲故事的时间咯。嘿，对。哎呦，所以即摆是要。即摆是要就是听咱迄气科医师，医师啦吼，听做没有医师，你甲人谁讲出来啊？人毋知人是啥啊？就是这个医师讲的，就是咱要讲解话咧讲故事的时阵，所以你即摆要变做阿舅啊，就对啊。我尽量啦。好来请，嘿，阿舅啊，就是原仔内底阿舅啊，无啦，我袂晓遐尼温柔的声。完了，你今日要讲，无啦，紧嘞，莫乱啊啦，较积极的哦。好啦，来阿舅啊问讲吼，毋知影两位小编敢有听过一句话？大道公封妈祖婆好哈，什么意思咧？我嘛毋知影。嘿，这都是一个故事吼。对，就是相传咱的妈祖，嘿，甲这个大道公，你敢知影大道公是啥？迄四个字，第一个字是什么意思？保生大帝，嘿啦，就是咱的保生大帝，嘿，就是因两个以早捌相爱过，相爱，嘿对，就是听讲这个故事，就是讲一个查甫足缘投的，查某足水的，因两个非常的适配安尼，甚至讲呢，已经要讲到结婚的地步啊，嘿，讲好要结婚嘛，这个大道公。保生大帝，伊就选一个好日子，要来迎娶，要来娶妈祖，迎妈祖呀！对，这是另外一种迎妈祖啦，嘿对。要娶啦，对性命不敬，但会叫雷公卡不？是要来娶伊啦，要来甲娶嘿。到结婚迄天，就是准备要甲妈祖婆带转去安尼。对，妈祖伊伫咧路就看到一只羊，伊咧生羊仔囝。对，你讲坐轿的时阵，对，伫轿面顶看到遐，对，哦，看到一个羊咧生羊仔囝，伊就想认为讲安尼我敢若还未准备好，万不要生囝安尼痛苦要安怎，所以伊就反悔啊，无爱嫁啊，
无爱嫁啊。看到杨啊，你生囝，想讲嫁过就爱生囝，所以我反悔啊，无爱嫁。对。哦啊，这有另外一个版本啦，嘿，就是讲即个保生大帝伊暗恋的妈祖安尼，暗恋妈祖，嘿，啊，甲伊告别，就讲告白你讲拜拜安尼，表达意爱安尼，表达意爱，嘿嘿嘿，告白，嘿，告白，嘿，啊，就颠倒去妈祖讲，你哪会使安尼？你说啥？你较认真讲故事哦。歹势，你哪会使安尼？嘿，咱的欢心袂当动，我嘛毋知这名怎讲。袂当动欢心就对啊啦。嘿啦，对，咱是神呐，爱有神的款安尼啦。对，就是即两个版本拢是对，无好的结果安尼。即两个版本的重点就是保生大帝拢失恋就对啊。对，拢得袂着妈祖安尼，所以得袂着的上水。伊知影了，伊就非常的生气，啊，佮悲伤安尼。对，所以伊就决定伫个每一年的。旧历吼，3月23，3月23，就是妈祖生日，对，就要用伊的新历来落雨，落大雨。哦，因为妈祖生嘛，啊，咱就互妈祖安尼装水水安尼啊，对，所以伊就爱落雨，互伊装安尼全部火去安尼，对，要害伊的好事，嘿，对。啊，妈祖婆当然嘛是要互咱安尼欺负啦，对。袂堪少咱咧糟蹋啦吼，嘿对，所以就伫个旧历的3月15，就是保生大帝生日即天，对，就会扣大风，对，透大风，对，啊，就互伊的无安尼吹走安尼，啊，所以这就是互相斗法啦，哦，所以就是即个大道公风妈祖哦，大道，是个大道公风妈祖无雨的即个由来，对啊，但是我感觉落雨这较夭寿呢。你落雨安尼过了，啊，甲单糊糊，明明衫甲迄妆拢会落去，好你加在迄化妆已经是刻起哩诶，袂去用去。那好笑，我既然有法术啦，我敢袂当用法术甲我诶妆固定，我敢袂当离我遮法术变出一片会当压雨诶，对吼？嘛是会使，嘛是会使。这大道公嘛真趣味哦，吼。对啊，所以你敢有感觉讲每一年就是真正了起诶时阵会落雨？毋知呢，你无参加过？无啊，我无行过，咱毋是讲今年要去。哦，但是我有问题呢，像即个时阵有即种互相意的问题，敢毋是爱去找元老？你毋是就是，若是我就会去找元老，讲元老，你甲我牵一个啊，甲我甲妈祖婆牵一个啊。哦，对无？还是讲叫元老来去现看卖两个人敢有适合无啊？可能哦，可能需要啦。对啊，可能需要啊。啊，就是讲到这。咱嘛是佮顶礼拜有关系，咱顶礼拜除了阿叫我讲伊去夹大甲妈，啊嘛有人讲着罗仙宫汉溪妈去温泉的代志，但是伫咧罗仙宫内底啊，佫有一项物件真出名，你敢知？就是你头拄仔讲元老哟，佫有一个元老做出名。啊，我顶一集毋是有讲我伫内底做志工，对啊，定有人会问我讲元老敢有啥？嘿，敢有灵啥？对，但是你。但是我感觉拜拜即种物件吼，你嘛知，就是爱家己自身的体验才有准算啦。对啦，别人你讲别人做准的，对你来讲敢真正有准。对啦，而且每一个人的物件无共款。嘿啊，有一句话吼，压着神，压着人，无毋对。你即个时阵隔壁讲阮看到有台语有教，你有知道迄讲吹出来？我无确定有教过无呢？有啦，有教过啦。哦，这个爱我甲你讲，不离个。嘿，我有一个例，会当甲大家分享。就是咱一般讲要去求元老是要求啥？求姻缘啊，求姻缘对。但是我看到做啥的物件，毋是做啥，我看到一个做特别的例啦，我会当甲大家分享，就是我感觉讲哦，你求元老了，伊有替你就是处理。哦，对，我要来讲阮学姐咧。好啊，请。好，就是阮学姐啊，伊进前因为我伫罗仙宫嘛，啊，伊进前嘛就来找我，结果伊会听人讲元老做啥，所以伊就是有来拜拜。啊，但是吼，伊咧拜的时阵，伊拢求一个大方向。对，啊，而且因两摆拢有顺利去熟识着对象，伊感觉袂歹的对象。哦，咱先来讲头一个。好啊，第一个是 A 先生，因两个吼熟识1个月。嘿，啊，逐工拢开讲哦，逐工两个人拢讲电话讲甲呢。困去哦，一工拢讲2-3点钟哦，我就想讲甲电话烧去安尼，我是毋知因手机有烧去无？啊，但是因为即马好你家来即马较方便啦，我甲伊讲好你家来即马有迄通讯软体，若无你以前讲电话真会变去哦。哦，真诶，对啊，后来因两个有交往，啊，当初是伊讲伊表示啦，学者甲我讲，伊当初是一个基本条件，一寡基本条件拢有符合。
哦，安尼敢有讲有列什么条件咧？你这想要我出卖学这呢？学这该听，我毋知学这你听啊！你若听到你莫先认讲，你就是迄个学这。阮学这足特别的，因为有几个条件我记条。伊讲就是因为因老母甲因老爸就是差9岁，两个人感情就是无讲介好，所以因老母就是要求讲吼，因若是有对象，因两个人袂当差3岁、6岁、9岁。哦，年岁限制对啊，至少袂当共生，而且阮学这因阿公就是去互迄另外一个生的人招许，互另外一个生的人做后生，所以伊就是因为像一般譬如讲，姓张的是物张廖本来是一家，嘿，所以伊就讲有啥物姓袂使做伙。哦，对啊，而且伊就是讨厌某几个星座，星座是念星座呀。对，某几个星座，伊就佫讲爱外悬安尼，而且个性啥物款，但是伊除了外形以外，伊其他拢是用肌肉安尼小可讲者尔。嘿嘿嘿，结果吼，就是因两个人熟悉了后，就是伊拢感觉讲，对方完全符合伊开出来条件咧。哎哟，袂歹哦，像讲薪水啊是啥物，但是我感觉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两个拢是家己咧生活，家己咧生活。对，你看像因两个开讲一个月嘛，嘿，像一般可能我会甲你讲，我若甲别人开讲一个月，我讲别，我甲你讲哦，最近熟悉一个人，我甲伊开讲对吧？嘿，一般是咪拢会安尼？嘿，对啊，结果迄个人听讲，迄个男朋友迄个 A 先生拢无甲别人讲，就是伊甲伊咧交往的代志。因两个人无就是因两个去洗牙齿，还是创就是迄个 A 先生会来，就是阮学这因兜。所以拢无熟悉两个人的朋友。哦，结果有一天啊，学这就甲阮讲，因男朋友要再去上班，因为就是去因兜嘛。伊讲要再去上班了，伊讲因等下下班要做伙去洗牙齿。因为去洗牙齿就是两个人家己互相牵起啊，无免去交朋友创啥。对啊，因为伊住伫阮兜对面啊，伊来问讲，我等下有要食啥无？伊会当买单互我，因为你嘛知我是一个做便当的人。对，结果尾啊暗时啊，我想讲奇怪，已经就是毋知几点啊，学这呢无敲电话互我，是问我讲要食啥。结果我甲伊敲来甲问哦，伊讲伊男朋友无去啊。啥物无去啊？对，消息找拢无，联络袂着，伊足烦恼诶，因为伊就是伊早去对无？阮学这就是无交通工具啊。伊会伫遐等，因为伊男朋友讲去边啊坐，等伊下班。伊就想讲，敢是出啥物意外？足烦恼诶，就是去附近嘛，去警察局啊，是创啥有去问，结果拢无消息，对，伊就足艰苦诶，艰苦到要死。伊迄当阵拄好就是个胃肠炎，人真艰苦个胃肠炎，伊就足烦恼诶，伫遐咧哭，你知影？尾仔伊就是去拜拜，伊就去拜月老，伊就讲毋知是发生啥物代志，希望讲人平安就好。叫拜了过无几工哦，你知影喏？人出现啊？毋是，伊伫咧同时两体发着对方雄走出来。走出来，对，结果伊就甲伊问啊，伊就伫咧线顶留话甲伊讲，譬如讲就是伊伫下面哇，伊看到伊有迄上线的时间啊，伊就甲伊留话讲，我看到你啊，其实你若是无要交往，是创其实讲一声就好啊，无需要安尼，我就是想要知影讲你人平安就好。结果迄个查甫就甲伊讲，伊感觉因两个斗阵了，就是伊感觉就是伊无适合甲人交往，还是创啥。是哦，对啊，结果迄个人过几个月就交女朋友啊。啥物？对啊，你讲啥？但是足趣味哦。我毋是讲拜了一礼拜以来就发生这件代志。结果阮学这甲伊讲话讲了的过当假是过第3天，伊手机也歹去啊。啥会手机啊？学这手机也歹去啊。我本来想讲够衰啦，胃肠炎查甫朋友走去啊，手机也佫歹去。嘿啊，叫趣味哦。伊手机送去修理，当下免钱，手机也佫变好啊，就规个好起来了。伊所有迄通信是讲啦，伊所有的通信能替迄个人的物件拢无去啊，拢无去，安尼嘛好啦。对，伊本来足艰苦的，伊的消息甲毋是，伊的痛苦的像我足激动的，学这我就是讲着你足激动。伊所有的痛苦甲伊胃肠炎就好啊，伊胃肠炎好了就无手机啊嘛，所以就拢一个人。迄工了，伊摕着手机阵，伊感觉伊所有的物件，那像拢无去啊。甲迄个查甫有关系，拢无去啊。对，伊人嘛想较会开啊。我两个就家己去洗牙齿啊。迄个牙齿即摆嘛已经无去啊，伫咧台中啊。我做怀念迄个牙齿啊。可惜安尼。结果即个故事重点是做怀念迄个牙齿啊，毋是你讲我学这。毋是啦，感情的代志。感情的对啦，就是感情的代志。尾啊吼，阮学这有即个经验了，我跟你讲，伊个去拜呢。去感谢元老讲多谢元老安尼替伊斗3工安尼，所以去拜。伊即回都学着迄顶届的教师，对，所以即届就是第2届要去拜元老的时阵，伊就有讲较清楚，
嘿，伊就讲希望讲对方啊要去倒会当甲伊讲啊，创啥创，所以结果尾伊熟悉即个 B 先生的时阵，即个人袂歹哦，去倒拢会甲伊报备哦。嘿，进前毋是进前，拄则毋是讲着讲，下这拢介就是家己一个人生活，嘛拢无介绍互对方熟悉。伊即个讲伊想要就是熟悉因朋友，这 B 先生袂歹哦，伊两个要做伙进前，伊就主动带下这去参加因朋友的聚会。袂歹啊！而且伊个甲因朋友就是互相加好朋友，因朋友你创啥嘛，拢会甲伊开讲安尼。对，安尼听起来就是袂歹吼。嘿，真好啊！结果尾啊，佫向找无人，找无人啊！我讲的是这个问题，伊就佫拄着一个找无人，伊就联络袂着。伊其实嘛毋是找无人啊，伊就是譬如讲，今咱的约束好讲要去创啥创啥，嘿，到尾啊时到，迄个人就向有代志，啊无就是找无人。但是尾啊，伊就佫出来，伊会甲伊讲哦，歹势，我拄则手机啊，安怎啊，佫安怎就安尼失约啊，毋过尾来解说安尼。对啊，下这就想讲无要紧，甲进前比起来，至少人有出现嘛，好好解说，伊就想讲佫原谅伊。结果过无偌久，下这就发现讲，伊的迄同性两体迄个头像啊，相片咧换做一个查某诶。啥物？伊的男朋友甲伊的头像换做一个查某？伊两个无做伙，伊两个无做伙，伊两个爱买尔。对，啊换做一个查某，伊感觉足奇怪，伊问伊讲你相片迄张是啥物人？嘿，哎呀，才惊着讲哦，原来迄个查某囡仔，就是为着要宣示家己的主权，嘿，甲伊的头像换做伊家己的相片安尼，大主大伊甲换掉安尼。迄个查某嘛做生气，伊会甲伊解说，甲伊讲无啦，伊就是摕我手机啊，创啊，我两个无啦。但是这时阵下这其实伊心内已经可能变做第三者安尼。对，伊会感觉讲安尼无好，所以伊就去拜月老。伊讲就是伊希望讲月老替伊主持公道，啊，甲伊处理。嘿，结果尾啊，又阁是一礼拜以来，嘿，伊就发现讲，即个查某囡仔是一个单亲妈妈，对，是一个单亲妈妈。啊，结果即个 B 先生哪像已经要甲伊做伙啊，所以伊就走去迄个人上班的所在，甲伊讲，我已经啥物拢知影，你毋免阁甲我骗啊。嘿，啊，结果尾啊，迄个人，因为伊上班的所在就是下这经过的所在，结果尾啊，迄个人嘛调走啊呢。一礼拜以来，即个人就阁消失伫伊的生活当中，所以你问我讲，原弄啥无？我毋知影。但是阮即个学者，我感觉冥冥之中啦。我感觉就是阮学者，伊两届代志啊，就是拢去经元老了，元老拢有处理。对啊，就是一寡无好的人，就是无好的桃花，就是甲切落断，完全拢无出现啦，安尼真好。对啊，所以嘛，我嘛是感觉是有解决着伊的问题。哦，但是重点我是感觉讲，可能是咱当初是你设定条件的时阵，可能还佫讲较详细。真的，啊，即嘛你的学者过了甘好？阮学者哦，伊。我想者我打电话甲伊问者，咱即摆变做call out的节目啊，无啦讲笑啦，无要靠学者啦。阮最近有联络啦，听讲就是伊目前有一个对象，伊本来就是有伫拜拜，但是伊就是也讲顺其自然，互元老安排。哦，对，啊有小可讲一个大方向，虽然讲嘛是大方向，但是伊目前就是有一个对象，两个是无讲要结婚还是创啥，但是两个斗阵差不多2-3冬。安尼袂歹啊！对，啊，两个就是互相了解啊，互相陪伴安尼。啊，学者目前嘛讲就是伊对结婚啊是啥物嘛，无已经无讲究啊。嘿，稳稳的就好。对，稳稳的就是目前的生活当中，两个人互相陪伴，有一个就是对啊，有一个伴就好安尼。再寒再冷，会当互你温暖的人。再寒再冷是啥物事？歹势啊，我电视剧看伤济人吼。好啦，安尼想要问讲，你就是做义工的过程，敢有听到啥物？就是拜月老啊，一定爱做的定数，还是讲会当安怎求？就是较好的撇步是无？是，安尼阮先来分享，就是咱网友的小故事。你得问讲是安怎啊？是安怎？就是要分享故事，因为咱爱拄迄故事内底才会经验来去做检讨，才来讲啥物代志拄着啥物会当用啥物撇步安尼。袂歹。好，刷落去就来听咱网友的分享。好，第一个网友是来乱的，伊讲乱咧，伊讲伊拜月老拢无效，第二个嘛无算来乱啊，就是伊感觉，无咱这嘛毋是来乱，就是咱检讨讲到底拜方式、讲的方法还是啥物？对啦，爱甲讲撇步啦，对，好撇步就是阮隔壁栋的一个节目，你这来乱咧。第二个网友吼，伊讲伊照三顿拜，是讲啥？伊讲伊照三顿咧拜嘛，伊完是独身一个人。伊讲伊是独身高人，啊，伊佫有抛出伊身躯顶有载迄个红线的相片。哟，这朋友吼，我要大声甲你呼吁，你遮尔介意阮叶家，你的心内若是拢用叶家来做嫖主啊，你讲你机器人可怜找无女朋友啊？真的歹找哦。叶家你有听到？看叶家该当接受你安尼，无可能啦。
也家是公共财，袂当伊一个人安尼。好啦好啦，还有无？还有啊，第三个嘛是台湾的。嘿，这个人来拍广告吼，这个拍广告的人讲会当找伊来咨询一个好的时间，甲迄讨花的方向。所以伊要甲网络抢生理就对啊。无，伊讲因两个是因讲因两个是互相夫妻。对，因讲因两个是互相帮衬的。哎，对，就是有好的时间，就是你找一个，就是会当去拜网络啊，买好当日子。对，请伊找一个好的方位安尼啦。对，譬如讲你拜完了后，迄个时间真好，这日子真好，啊伊甲你讲，你的桃花伫咧南方，啊你拄南方甲行去，可能会拄着一个你想要嫁伊的对象。哎哟，袂歹哦。结果迄个南方伫咧垦丁，啥物啊？无啦，我袂讲诶啦。这个网友吼，这个网友是有你甲人看日子诶吼，来听大家应该知影是啥啊吼。那毋知影朋友你会当私信互我哦，啊伊会甲你会当线顶甲恁替恁互相介绍，互你好诶姻缘了，所以毋是我当甲你讲，迄个人是啥，但是我无要甲你介绍嘛，无要保证。迄就是咱诶网友安尼。啊，你若是会当来阮开讲室，嘛会当就是知影讲这个人是啥。我来第四个网友，这足正经诶哦，这个网友真诶有分享哦。嘿，一个 B 网友，对，B 网友，伊讲这足趣味诶，真是，反正没有认真听哈。伊讲伊办元老诶时阵，甲元老讲做一条件。嘿，第一条件就是讲身悬爱100%。哇，爱100%哦。对，伊甲伊讲吼，掠准讲伊真正找着100%诶结婚对象。嘿，伊愿意一世人拢袂着发票。哇，博遮大，博真硬哦。结果你知影尾安怎？尾安怎？结果尾伊的男朋友伊交一个165公分男朋友165。对，而且伊讲若是无出啥物意外，伊年底已经要结婚啊，目前已经伫看日子啊。过来我想讲啊，这安尼尔无啥物重点嘛，尾重点伫后壁。你知伊讲啥？佫有补充哦。对，伊讲准备要结婚啊嘛，对。嘿，但是伊交男朋友了，伊连续6期的发票。拢着500块以上，伊讲毋知这敢是元老互伊的补偿金对啊，补偿金。有人我有听过有人讲，就是你的身悬若是无够，你会当用纸来抬。这元老咱连讲来跋杯，问看元老讲钱。哦，这个听着是足趣味的。啊，过来第5个朋友，一个 T 网友。网友，这个 T 网友讲吼，因当初吼去拜元老的时阵，伊就求着红线嘛，跋杯去求着红线。啊，人毋是讲，就是你爱甲元老，就是交换糖啊。嘿，就是因为有诶可能是别人结婚的喜糖，起来分，起来分享，所以就是你咧摕一个，就是人诶喜糖，就是运一点啊别人诶喜气。嘿，对，就是迄个糖仔食掉。结果吼，伊就想讲求来了，伊就迄个糖仔要食。食了，伊就是要等迄个包装袋啊。对，结果伊甲迄个红线嘛，等伫粪扫桶内底。啥物啊？惊着呢？等伫粪扫桶。对，啊，结果伊迄个红线求着，才过10分钟尔，就去互伊等伫粪扫桶内底。缘分无安尼。对，尾仔伊就去讲一句，够大迄个人还去独身。那惨。啊，伊尾仔因为阮迄回答的迄个价伤细，啊，迄个网友，即个 T 网友伊就。私信吼小编，伊会甲小编讲，嘿，因当初是惊甲迄个物件捡起，啊，但是后续就对啊，但是伊会想讲，因缘等下粪扫桶佮捡倒来，那像无啥物好，对无？毕竟啃粪扫的，你甲你拄粪扫桶内底捡一个，因起来，安尼那就足奇怪，所以想要佮揪一条安尼，无伊就是捡起来了，甲元老回息的，啊，甲伊跋杯讲，甲伊当原谅伊创啥？结果元老一直笑背，一直笑背，哪像你甲伊踢球共款，我听了嘛一直笑啦。啊，尾啊好笑啦。尾下伊就是问讲，还是讲我甲即个红线划掉是创啥？啊，元老才讲好。啊，我尾下听着了，我真是，这个故事的发展真诶，互人料想袂到。真诶，我就去问迄个网友讲，即个 T 网友问讲，你讲你是毋是恁朋友本人？无你那是个得清楚。伊去甲我讲无，迄是阮同事。我伫边仔徛伫边仔看伊拜拜。你若毋相信，我等下摕伊诶相片来互你看。这是一个出卖同事诶故事啦。这是为着要证明讲，毋是你家己。听众朋友，我甲你讲一件足恐怖诶代志。啥物代志就恐怖？就是这集诶时间已经到了。对，伤晚啦，伤晚。你讲我甲收起来，迄个伤晚啦。对，
对，无啊，我本来有甲提网友讲吼，即集一定要跳因朋友听，嘿，因为因当时跋杯即件代志，我感觉讲会当佫有一个后续。你毋是问我有啥物撇步，我感觉其实佫有一寡撇步会当家教，嘿啊，但是会当就是毋是化解，但是会当就是解决伊目前即个问题。但是提网友歹势吼，时间已经到啊吼，后一集请锁定后一集，后一集继续讲。后一集的小编听你讲，但是无一定是后礼拜哦，可能你爱个等哦，爱看阮节目的安排。对啦，对，所以听众朋友千万行过经过，毋通就是家己放伊煞吼。阮的后一集要教你安怎办完哦，嘿，佫较精彩，佫较精彩。有敢有？我毋敢讲。撇步啊，对无？大家拢小撇步想要找一个好对象。对啦，小可就是用咱就是台语版的。我知影网络面顶有做者会当看，但是阮这是台语版的，就是我伫咧做导览的时阵所看到的经验，佫有咱就是描绘摄影小天地小编提供的一寡小资讯，到时阵大家请期待。对，差不多啦，收尾啊，囝。好，来收尾。好，听你讲，听我讲，心疼爱甲小编讲，事事万项拢通讲。咦，小编听你讲，讲出来就爽，多谢大家努力。差不多啊，收尾啊，囝。好，来收尾。好，听你讲，听我讲，心疼爱甲小编讲，你搞定。拜五拢要有条件，还是讲咱伫咧网络面顶，咱即马是甲网友讲咱要爱什么条件？刷天球嘛。好啊，你讲看嘛，你想要爱什么条件？无啦，我其实无，我讲真少啊。我才18岁尔，阮老母讲我未教好，袂当学白。未教好是什么意思？伊讲我未教好啊，不受教，性地歹啊，佮贫惰啊。哦，安尼可能爱读心哦。你卖差你，你甲咱两个咱永远做伙啊。我无爱。好啦，讲生笑啊，毋是讲生笑啊，无爱。所以你到底有要打电话有学这无？从哪你今天要做可爱的节目呀？无啦。啦，我打电话去甲伊考细节啊，我讲我就是今仔日做工课时阵想到伊的故事啊，而且甲伊分享出去啊，全世界的人知影。而且愈讲愈激动，讲啊，规身躯做起来。咱流汗，录音录个流汗，你讲的那个。敢能迄落主管啊，你有听到无？阮录音嘛，哦，录个流汗个流汗。啥物啦？正经的啦，主管听到毋知佮要讲啥。对啊，讲较正经的。好啊，正经哦，拜拜，拜拜，听众朋友拜拜，再会。